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3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7天的年假对今仔日开始，西部国道除了部分因为事故塞车的路段，大部分是好走的。武汉肺炎在中国已经超过600例，17人死亡。疾管署宣布，把疫情指挥中心提升到2级。澳洲这2天阁出现40度的高温，野火又阁烧炭过去，首都坎培拉机场嘛紧急关起来。对今仔日开始是7天的年假，高局长表示，西部国道对昨开始已经有车流。今仔日除了有的路段因为事故塞车以外，大部分是好走的。苏花界部分路段下晡车就无遐济啊。另外，高铁早起嘛有加开一班车来加强疏运。国道1号车流真顺，23开始7天的连假。西部国道面顶高公局表示，除了新竹彰化部分的路段因为事故来塞车，规天的路况拢真好。啊，毋过1月24为路暝，包括国1用梅向新竹等等落南的路段，开会出现车济状况。多的一个时段呢，大概是上午的8、9点开始哦，那到中午前左右，在国1的杨梅到新竹系统，国3的三阴到关西的南下路段会属于车多的情形。因为苏花界路段已经通车，南澳交通控管中心嘛真注意状况，宜兰甲花莲警方嘛加强交通疏导。苏花界拄透早开始路南出现车流，公路总局表示，包括苏澳向东澳、观音磅空路南入口等等的路段，早起车真济，过头了后就无压。高公局嘛观察1月24早起嘛出现另外一波车流。因除夕的部分，那预估要从苏澳驶出的车辆，也大概是在上午6点到7点是属于车多的情形。这样的一个车流量呢，还不至于造成整个出口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回堵哦。上天的交通面顶高铁23早起，拄南港加开一班路南的专注油座列车，加强疏运。代替是继续关心武汉肺炎的防疫工作。若是拄到有怀疑镜头的旅客来坐车，嘛会全面消毒。跟太太都有戴口罩，是不是因为说是不是因为武汉新冠状病毒的关系，还是说对，还有现在是流感流感的关系啦？都带着。像讲东部的花莲火车头，拄22下晡就出现倒来故乡的人，考虑到返去厝的方便，啊，搁有买无火车票等等的状况，真侪花东的民众也是坐客运，大部分拢表示路况袂歹，无塞车。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要来关心，还阁在继续传武汉肺炎。目前中国已经有超过600个确诊病例，17人死亡。疾管署伫下晡5点半宣布，疫情指挥中心对3级提升到2级，由卫福部长陈时中来做指挥官。新型2019冠状病毒的疫情指挥中心从3级，我们现在升到2级。本来是下昼2点要开的记者会是延到5点半才开。卫生部长陈时中宣布，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将指挥中心的防疫等级自3级升到2级。中港澳返台，然后是有武汉14天的旅游史，加上有症状这样的一个3个方向做严密的边境的监控。但是中共唔是因为台湾的疫情扩大，是因为中国武汉封城，也有中国其他城市加附近的国家都继续出现疫情，所以做这种应应措施。同时也讲，住伫咧武汉的人，即嘛禁止入来台湾。到过武汉而没有症状，那我们就会启动我们的一个邻里健康关怀。有症状的，那当然我们根据原来的检疫，会有做一个自主健康管理。或者检疫的医师做一个症状上面的一个诊断判别，或者更严重的符合我们的通报的标准，那我们会做我们的隔离检疫。台湾还是只有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并没有台湾自己的任何其他的本土个案，所以在防护上基本上是并没有因此而特别要做更高等级的提升。陆委会讲，武汉的大伤差不多2000人，不过有一寡拢已经返来台湾。这么可留伫咧武汉的人数无清楚，不过会一个推管，主动关心了解情形。这么也无大伤讲需要斗3天。就伫台东要求伊55岁妇女，伫1月初时阵去中国南京旅游，返来了就发烧，并依照旅游史加发烧的症头，列做武汉肺炎的可疑比例，防止疫情扩大。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控制肺炎的疫情，武汉当局宣布，对今仔日开始，公共运输全部暂停营运，要求当地民众若无特殊的原因，袂使离开武汉。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传，目前伫中国确诊的病例超过600例，已经造成17个人死亡，而且病例拢是拄湖北省来的。针对病例增加真紧，武汉市场驳回，是因为体检的效率提升的原因。毋过为着要防止疫情扩散，武汉政府透早进一步做出封城的决定，下令公共运输今仔日早起10点开始暂停营运，包括机场火车头对外通道拢会暂时关起来。等于讲是对当地1100万的居民进行隔离。知影消息了后，真侪人赶伫咧今年开始进前赶紧出城，毋过嘛有一寡伫北京讨谈的武汉人，虽讲心情真不安，毋过也是坐上尾班机转去。从社交媒体啊，包括那个官方媒体了解到的，都是挺严重的。但是呢，因为我小孩还有老公还有家人目前不是在武汉市区，但是就是毕竟武汉嘛，他们都在那边，所以就是也必须得回去。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跌拖，世界卫生组织日嘛伫日内瓦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敢是要来做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毋过因为知影消息是真有限，所以决定23继续来讨论。It was the question of the assessment of severity and transmissibility. Of course, we had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but this information, of course, they are limited by the recent outbreak which has occurred, and the committee felt that it was a little too unprecise to very clearly state that it was time to declare, to suggest to the DG to declare a fake. 世界卫生组织过去捌针对 H1N1 新型流感、兹卡病毒等等的疫情，5届发布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若是确定符合条件，世界卫生组织会继续发布包括确诊、隔离甲治疗的详细计划，协调各国采取应对的措施，而且互因旅游的建议。中国外交部今仔日是强调讲，会配合世界卫生组织，针对相关疫情的处理公开透明。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来看港澳地区，澳门嘛有2个确诊的病例，为着要减少感染的风险，澳门地区政府决定取消几落项过年的庆祝活动。对今仔日开始，禁止发烧的人出入澳门甲珠海。另外，香港嘛有2例高度怀疑的个案。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跌拖，伫咧中国境内17个死亡案例，照官方的统计，60岁以上的占15人，另外2个分别是48岁女性甲53岁男性。另外，澳门伫咧2日出现头一个确诊了后，23个有第2个确诊的患者，是一个武汉的男性游客，第2日入境澳门时阵去发现得发烧，为着要减少感染的风险。澳門地區政府決定要取消真濟項過年嘅慶祝活動。我哋同珠海市政府嘅主要領導咧，我哋開咗一個聯防嘅有關嘅工作會議。所以而家珠海嚟講，去保證到係希望佢哋發燒嘅唔輸入澳門，喺珠海嗰邊咧就出同埋入都檢查。何以前強調講，澳門肺炎的庫存也夠2000萬例，相信講有夠提供予澳門的民眾用成本價來買，嘛呼籲民眾盡量莫出門。另外，香港嘛出現2例確診，其中一個個案是坐高鐵入來香港。香港衛生防護中心講會來考慮將健康申報範圍擴大到坐高鐵嘅乘客。而家就係積極檢視緊嚇，會唔會喺嗰個高鐵嗰度咧都係擴充嗰個健康申報嘅？會唔會隨住時間、隨住嗰個疫情發展？都會出現一啲係即係喺個社區嗰度嗰個擴散，我諗呢方面先至係最緊要。港鐵嘛表示，已經停止來賣所有往回武漢的高鐵車票，已經買票的乘客若是要退票，會當全部來退錢。若是香港國泰航空公司、甲公龍航空公司嘛宣布取消1月24開始到2月15往回香港甲武漢之間的航班。記者綜合報道。刷落來看國際消息，澳洲無正常的天氣是哪來哪嚴重。進前一場大雨，和大火情形是較好小看，但是這2天閣出現40度的高溫，加上風閣真透，野火閣燒炭幾起。首都坎培拉機場嘛緊急關起來。另外，有一台拍火飛機佇執行任務的時陣摔落來，造成3個人死亡。消防人員透大風，真拼是伫拍野火。澳洲發生新一波野火，有2場野火合起來燒向首都坎培拉機場，地屬機場緊急關起來。為着安全，政府嘛下令坎培拉南部的居民愛撤離。
We put a couple of things in the car and the dog, and they told us to come down here. So we're just waiting, hopefully, that something good will come of it. 澳洲的野火已经烧几啊个月，这礼拜时阵，当地才落大水雨，虽望会当拍火，啊，不过雪地了后，佫出现摄氏40度的高温，而且佫透时速90公里的大风，抓来出现真侪危险的火潮，互救援人员真无用，而且风受透嘛无法度空中压水的作业。新南威尔士传出一架 C-13空拍火飞行机摔落来，飞行机面顶3个人拢罹难。 Unfortunately, as we've been saying all along, the fire season is far from over, and today, again, we've seen tragic consequences where 3 people have lost their lives after a large air tanker crashed in the Snowy Mountains, Monero region. 天气预报显示，澳洲东南部地区8月气温可能会降低，啊，不过规个野火季节要到3月底才会结束。这场澳洲历史上上严重的野火，嘛，互澳洲人的环保意识变悬。一项上新的民调显示，环保议题头一届变做国家上要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春节假期的第一天，国防部中导指出，中共空警500等的型机早起对中国南部出海，经过巴士街海峡飞向西太平洋，训练了后对原本的航线飞倒转去。国防部指出，对共军的动态，拢会第一时间掌握甲处理，嘛强调国防安全无休假，三军战备部队拢会坚守家己的位置，互民众会当安心过节。 针对武汉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讲，无人比中国政府更较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对这件代志，台湾外交部是批评中国在疫情在传的时阵，还搁在做政治操作。另外，因为台湾已经出现确诊病例，台北市长郭文哲讲，若是台北市出现个案，就会集中处理。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咧传，台湾也出现确诊病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总讲，无人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加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因过台湾要参与国际组织，就要遵守一中原则。咱外交部批评中国政府无权矮化台湾，不但并没有跟我方来据实分享疫情的情资，竟以中央政府自居。 进行政治操作，企图混淆国际视听，贬损我国的国家主权及地位。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对于中国类似恶劣的行径，我们深表遗憾，并且予以谴责。对进前美国一边管制及预防中心的武汉肺炎地图，甲台湾甲中国表示做共一色。伫咧讲到已经有确诊病例国家时阵，也无讲到台湾。外交部讲，经过交涉，美国 CDC 已经修正内容。 台北市长郭文哲讲，若台北市出现武汉肺炎的个案，会集中处理。原则上，我们还是会集中的，比方说在市立医院的话，我们集中在和平，一个一个这样处理。越多的医院在收治这种病人的时候，事实上它的破口就越来越多。郭文哲讲，神经传染病一定会出现，就要快速反应，该封锁伫一个所在，莫互伊传开。伫春节连假第一天，高雄市长韩国瑜甲高雄的连地男视察，因都有真侪支持者来挺。 对罢免的问题，韩国瑜这边无过点点。长辈住在北部，要去陪长辈吃一个年夜饭，但是我们高雄市政府的留守轮值勤务表都已经排出来了，所以24小时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副市长级的留守来服务市民朋友。那我本人呢会提早回来上班。韩国瑜要求市府观光局好好规划，应付可能出现的人罪情形，做好相关的配套措施。 对新社选国民党党主席，伊是无讲。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咱的群组团讲，中华病院收武汉肺炎的病人，中华县卫生局是出面否认。另外，花莲进前嘛怀疑有出现病例，疾管署检验了后，表示敢若是 B 型流感。 手机的消息写讲，中华某一间病院已经有收武汉肺炎的患者，啊，毋过无去互新闻报出来，而且透过通讯软体来转传，引起真侪人惊吓。中华县卫生局驳回，中华县内并无出现个案的部分。我们知道是大概是3、4天前就有在传这样的讯息，然后有脸书啦、LINE， 那我们有跟他告诉他说这样的规定。 中华县卫生局表示，卫生局有要求对方甲面册铺文提掉，想袂到同款的文章，搁伫咧咱的群组面顶出现。卫生局指出，乌白团有关传染病流行疫情的风险，也是不实的消息，会当罚新台票300万以下的罚金。而且伫咧台中，市政府已经有尽管的规格设2级防疫中心，
总共15间指定隔离病院，有95床隔离负压病床，嘛拢已经准备好啊。有没有发烧？因为发烧它传力就特别强。第二是你有没有呼吸道症状？那第三是说你那个旅游史的话，现在涵盖着不管是中国大陆啦，或是港澳啦。台中病院表示，除了依赖有 P3等级的负压隔离病床，还有20张隔离病床。若是讲确认旅游史，还有接触史甲疫区有关系，就会启动隔离机制甲通报。若是进前花莲传出讲怀疑的病例，疾管署检验的结果第2日出来，证实讲敢若是 B 型的流感。花莲门诺病院就随解除隔离，虽讲无代志啊，毋过嘛互花莲的居民拢带一条。过年呢，大家都哪里有大陆都回来了，大家都怕死，大家还是会有人赖说，花莲也有盈利，花莲也有。对。民众讲，虽讲疾管署开真侪记者会，毋过针对处理的状况，还有当时的当排除拢无说明好清楚。嘛，因为去互列伫咧第5类法定传染病，后日的消息敢若会当拄中央来发布，地方无法度公开说明，引起真侪人惊吓。希望讲资讯会当更加公开透明，互民众安心。记者综合报道。经过2年多的准备，新武航空今仔日正式开航。但是为着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大家航空业者拢加强防疫措施。另外，目前伫台湾的武汉旅游团拢总有8团，交通部是要求旅游业者爱掌握动态，定期通报。全新的班机经过喷水仪式驶到国庆岛。新武航空董事长张国伟伫咧机坪顶甲旅客握手讲再见。经过2年多的筹备，新武航空第23正式首航。很多人在网络上说，你还不是靠你老爸的遗产？我跟各位讲，没有错，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可是我善用它，贡献回馈给贡献给国家，要让那些本来不看好我们的人啊，刮目相看。人生有参加过2次的首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伫最近疫情武汉肺炎疫情，各航空业者拢正注意。新武航空澳门转来台湾的班机，华航来回两岸港澳金门等航班，还有东瀛航空陪中国大陆港澳这个高风险地区的航班，空军组员拢有带水安，加强班机的消毒，加传一寡水安给乘客用。机场、港口，还有所有的陆运，都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提升有关于防疫的准备工作，可能症状的检查，像是量体温。交通部正式陪武汉12航班全部停飞，民航局也协调陪武汉航线业者，伫咧特定期间内退改票拢卖收手续费，协调要来台湾的武汉旅行团取消。若是即马已经伫咧台湾的8团130名旅客，或者业者协调安排调整因降落的机场，也要求掌握动态，定期通报状况，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防止武汉肺炎哪来哪严重，民众拢抢要买喙安。台北就传出喙安已经拢卖了啊，甚至阁有民众敲电话去南部订。台南市政府清查6间大型的喙安工厂，表示供货正常，存货嘛正常，请民众唔通烦恼。过去一直放工作人员伫咧包装，即间伫台南的喙安制作工厂，因为武汉肺炎增加生产量。一个55岁的人带进来哈，所以大家都挺担心的因为像过去SARS的时候还是一直问或者说大家找不到口罩，我们业务人员呢从早上一直接电话都是要口罩。业者讲，因为产量增加，过年只敢若休2天。台南市政府清查全市6间大型喙安制造厂，即嘛每工会当生产一般级别喙安105万粒，医疗级85万粒，总库存100万粒，供应正正常。也过有人伫咧抢买 N95 喙安。谢谢，请问一下，你们有 N95 的口罩吗？卖完了。经一间台南的药房入去问 ，N95 喙安拢卖完啊，也过高雄无这种情形。好啦，我帮你留2盒啦。虽然有返乡的民众因为台北的喙安较歹买，敲电话去药房订，邀中国的游客来买。业者讲，虽然来买的人有较多，也过是袂欠货。销售量是有增加，但是没有像市面上人家说买不到。我觉得说还好啦。虽然这边有大陆客，他们也会买，但是量也买的还好，是有比之前多一点。高雄业者讲，伫咧北部抢买有可能是特定店面有数量的限制，对因来讲，目前厂商的出货正正常，销售也无大量增加，当然也袂有起价或者是囤货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过年期间若是要坐客停车，可能就要开搁较侪钱啊。6都春节期间运价加成，逐纸爱加20到100，一直到正月30才会恢复原本的价销。路边查计程车坐起哩，稳将甲表试落去，会有这种声音。台中市费率计费。台中市的计程车费，伫过年期间起跳价从原本的85变做135加50。伫过年期间坐计程车真方便，不过要注意，会比普通时加开淡薄仔钱。亲像台北市、新北市伫咧春节加成费用是每一纸加20，而且800几港币。若是桃园市、台中、台南加高雄4都是每一纸加收50。少搭一点这样子，可是必要时就必要时还是搭一下这样。过年期间大家还是蛮辛苦工作，对啊，所以我觉得加50块算蛮合理的。民众讲会当体谅，也当作是互驾驶的红包。有人讲，虽然每一个所在过年加价标准无同款，不过为了方便也袂啥去计较。台中市交通局讲，甲其他都会区同款，春节加价是自20透早0点开始连续10天，30开始恢复原本的计效，而且伫新的计程车表内面就春节加价功能。因为我们这是新式的这个计费表，然后春节加成的50已经在这个计费表里头了，不用另外再加减了。公定化以后，其实也大家便利作业就好了。就是说民众也清楚，然后司机在收费上也能够明确的告诉客人应该是多少费用。市府交通局讲，台中市过年期间计程车的起跳价拢是135。除了加强宣导，也提醒驾驶伫咧人客上车时阵就爱讲，较袂有争议。不过有一寡无装新表或者是无启动春节加成功能的，也用跳表的金额来收费，希望互民众甲驾驶拢会当欢喜过年。记者综合报道。伫艋舺巷仔内有一间传承3代百年老金仔店，已经规头拢是白头鬃的拍金师傅，对因阿公手艺接手这间金仔店，到今同款坚持用手工来做，但是这项传统技艺，恐惊嘛挡袂过时代的考验。头毛拢白的老师傅，挂着目镜，详细看，豆豆仔讲，制作出一件一件雕工真优的金破链、金手指、金鱼钩。今年76岁老师傅张春忠，细汉时阵看到老一辈学做金仔，对阿公老爸手中接下一间对日本时期开始传承3代百年金仔店，做这道已经超过1甲子。金仔就免画图啊，反正就拢就读壳啊。你就想爱遐做遐，想要做遐。我开始做金仔，我就17、18岁我就开始伫做啊，反正算就是学啊。现代人买珠啊、头插、手指、手环，追求流行。加起铸模啊，一粒啊200副就做好咯。老师傅坚持用手工来拍金仔，扣少用几若工，甚至半个月，提出一本已经黄去破去的花谱。这本花谱是对阿公传来，每一副拢有特别的纹理，也希望讲甲古早时代金色蕴含的意思传承落去。这就是儿子做给妈妈的生日礼物啦，这个六角条一支，啊，这个福州条，这个是女儿的。除了用大用怪金仔以外，这一尊敢若亲像真正黄金上灵观音，也是镇店之宝非卖品。顶边的金头灵身，是老师傅用了半年时间取材才拍好的。这些龙哦，都是寺庙炸很多龙的东西啦，回来一直参考，一直改。老师傅已经社会啊，甲太太就着这间老金仔店，见证3个世代兴衰。以前的人，咱是头讲，我囡仔拢较会欠啦。啊，是讲我买一个金仔藏的，伊要用的钱哦，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有当我安尼钱赚的啊来买一个金仔。反正做无啊就好啊，哪来手工？怎人客嘛唔知讲手工是啥物啊？我不喜欢他做啊，就是没有办法生存，真的。尽管后生有兴趣要继承拍金仔的手艺，不过老师傅坦白讲，手工拍金仔已经拼袂过新时代的金仔店市场，甘愿做到第3代，一直到伊做袂落去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6度到27度。中部地区17度到29度，
南部地区18度到30度。东部地区18度到27度。外岛地区13度到23度。今仔日是年假的第一天，伫遮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咱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再会。